嚟緊11月再有多次展覽 Hong Kong Jewelry Show， 由11月30日至到12月3日，地點同樣係灣仔會展。展位開 1BD2， 上次未有機會參加嘅朋友請把握機會啦，約定你到時見。11月亞洲珠寶璀璨盛典，香港國際珠寶節固定於每年11月下旬舉行，適逢年底節日及農曆新年前夕，香港國際珠寶節於市面消費氣氛最為濃厚之際，誠邀全球同業共襄盛事，為世界各地嘅珠寶商及買家提供國際化嘅優質珠寶商貿平台。2023年度嘅商戶唔單止可藉此年度盛事作重要嘅年末促銷，穩固逐漸回暖嘅本地及大中華市場，更可藉此建立及拓展珠寶業網路，探索全球商機。南強行聯合遠東珠寶誠邀閣下參觀。